撒母耳記下18章。大衛數點跟隨他的人，立千夫長、百夫長率領他們。大衛打發軍兵出戰，分為3隊，一隊在約押手下，一隊在洗魯雅的兒子約押兄弟亞比篩手下，一隊在迦特人以太手下。大衛對軍兵說：我必與你們一同出戰。軍兵卻說：你不可出戰，若是我們逃跑，敵人必不介意，我們陣亡一半，敵人也不介意，因為你一人強似我們萬人。你不如在城裏預備幫助我們。王向他們說：你們以為怎樣好，我就怎樣行。於是王站在城門旁，軍兵或百或千地挨次出去了。王囑咐約押、亞比篩、以太說：你們要為我的緣故寬待那少年人押沙龍。王為押沙龍囑咐眾將的話，兵都聽見了。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，在以法蓮樹林裏交戰。以色列人敗在大衛的僕人面前，那日陣亡的甚多，共有2萬人，因為在那裏四面打仗，死於樹林的比死於刀劍的更多。押沙龍偶然遇見大衛的僕人，押沙龍騎着驢子從大橡樹密枝底下經過，他的頭髮被樹枝繞住，就懸掛起來，所騎的驢子便離他去了。有個人看見，就告訴約押說：我看見押沙龍掛在橡樹上了。約押對報信的人說：你既看見他，為什麼不將他打死落在地上呢？你若打死他，我就賞你10舍客勒銀子1條帶子。那人對約押說：我就是得你1000舍客勒銀子，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兒子，因為我聽見王囑咐你和亞比篩並以太說：你們要謹慎，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龍。我若枉為害了他的性命，就是你自己也必與我同為敵。約押說：我不能與你留連。約押手拿3杆短槍，趁押沙龍在橡樹上還活着，就刺透他的心。給約押拿兵器的10個少年人圍繞押沙龍，將他殺死。約押吹角攔阻眾人，他們就回來，不再追趕以色列人。他們將押沙龍掉在林中一個大坑裏，上頭堆起一大堆石頭。以色列眾人都逃跑，各回各家去了。押沙龍活着的時候，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，因他說：我沒有兒子為我留名，他就以自己的名稱那石柱叫押沙龍柱，直到今日。撒督的兒子亞希瑪斯說：容我跑去，將耶和華向仇敵給王報仇的信息報與王知。約押對他說：你今日不可去報信，嗰日可以報信，因為今日王的兒子死了，所以你不可去報信。約押對古事人說：你去將你所看見的告訴王。古事人在約押面前下拜，就跑去了。撒督的兒子亞希瑪斯又對約押說：無論怎樣，求你容我隨着古事人跑去。約押說：我兒，你報這信息，既不得賞賜，何必要跑去呢？他又說：無論怎樣，我要跑去。約押說：你跑去吧。亞希瑪斯就從平原往前跑，跑過古事人去了。大衛正坐在城瓮裏，守望的人上城門樓的頂上舉目觀看，見有一個人獨自跑來。守望的人就大聲告訴王。王說：他若獨自來，必是報口信的。那人跑得漸漸近了，守望的人又見一人跑來，就對守城門的人說：又有一人獨自跑來。王說：這也必是報信的。守望的人說：我看前頭人的跑法，好像撒督的兒子亞希瑪斯的跑法一樣。王說：他是個好人，必是報好信息。亞希瑪斯向王呼叫說：平安了，就在王面前臉伏於地叩拜，說：耶和華你的神是應當稱頌的，因他已將那舉手攻擊我主我王的人交給王了。王問說：少年人押沙龍平安不平安？亞希瑪斯回答說：約押打發王的僕人。那時僕人聽見眾民大聲喧嘩，卻不知道是什麼事，
王說：你退去，站在旁邊。他就退去，站在旁邊。古時人也來到，說：有信息報給我主我王。耶和華今日向一切興起攻擊你的人給你報仇了。王問古時人說：少年人押沙龍平安不平安？古時人回答說：願我主我王的仇敵和一切興起要殺害你的人都與那少年人一樣。王就心裏傷痛，上城門樓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說：我兒押沙龍哦，我兒押沙龍哦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押沙龍哦，我兒。